镜头换来看两岸的争议，有这人伫咧中国的台湾人讲，伊用台湾的护照要买中国的俗价航空春秋航空的机票，说是去互退票。服务人员佫讲，因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。不过春秋航空今日就回回讲，是这系统故障已经修理好势，代保证台湾护照拢会当买票。真侪人爱去美丽澳洲，过去不少台湾旅客会飞中国转机享受俗价机票，即马却传出可能有变数。有旅客分享用咱的护照买中国春秋航班坐境外航班，所被通知退票原因是证件无符合。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，影响应该很小吧？怎么说？很少做春秋啊。春秋是一个廉价航空嘛，当然很少做它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很多台商也有拿居住证的啊。他怎么能够不让他搭飞机呢？春秋航空是中国俗价航空公司，有飞上海浦东飞台湾桃园机场航班，也有上海飞新加坡、日本佐贺、韩国济州岛、东南亚是飞越南河内、泰国曼谷、柬埔寨金边等地。受影响是买春秋航空为中国飞海外，包含日本、泰国、南韩等地机票。台湾、中国之间使用代保证无影响。民众问春秋航空客户得到初步回应是讲，因为一种原则。要这样子方式，那我很简单，我就不搭乘你的，我搭乘别家的嘛。也不因为你春秋航空又是廉价航空，我可以到东航、南航啊。但是政治意味会比较像一个现象是，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效应？那会还有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有些我们要从台湾飞欧洲的班机，可能从中国大陆进去，它票价会比较便宜。针对消息，陆委会初步表示，咧了解具体状况，对相关消息引起讨论。春秋航空透过公关回应，未甲政治发边，是因为系统故障，才无法度买票，一直到22中昼已经全部恢复正常。咱的护照代保证拢用正常买票，亲像为中国要出境到第三国，都是用代保证离境；到第三国，搁用咱的护照入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